恒生指數2022年10月單月大跌超過2500點，其後3個月急速反彈7800點，可惜之後無以為繼。回吐調整至到2024年1月低見14794點，之後止跌回升。利用 TT 趨勢通道觀察，呢兩次低位到達深紅色絲帶，屬於長期平均線，形成月線級別嘅超級雙底。透過 W 波浪走勢分析，2024年10月份完成牛1，12月份完成牛2，而家正係邁向牛3上升浪。由於呢一波牛市屬於月線級別，過程相對漫長，期間波濤洶湧。使用 GL 黃金分析，2025年3月份挑戰白色虛線中立，強弱分水嶺，阻力強大。而家係食盡大浪嘅難得機會，要如何部署，避免追漲殺跌？請繼續收看下一集，揾出最佳嘅部署方案。